好，我哋係來自澳門特別奧運會嘅姚編輯姚遠豪。大家好，我係余孝恒。我去本澳舉辦過不少嘅乒乓球比賽，今日我哋十分榮幸邀請咗本澳乒乓球運動員接受我哋嘅採訪，等，大家唔好咁快或扭住，聽下佢哋分享寶貴嘅經歷。請你介紹下自己，等觀眾對你有初步嘅認識。我姓朱，個名叫正流，今年65歲。我打咗乒乓波16年，屬於輪椅組嘅傷殘運動員2級。輪椅組係分咗5級嘅，最嚴重嗰級係1級，就兩隻手都冇力嘅，要揸住個手揸住個球拍嘅。2級咧就一隻手有力，咁咧如此類推咯。你腰力好啲嘅咪3級，你靈活性強啲嘅就4、5級。所以咁樣分嘅輪椅組。你當年發生咗啲乜嘢意外，又係點樣接受嘅呢？當年在1982年，因為情緒崩潰，我就揀到一個跳樓自殺。點解我會做呢啲咁嘅唔理智嘅行為呢？因為我一生出嚟呢，有輕度小兒麻痹，自小都很自卑。到我21歲時呢，承受唔到嗰種壓力，咁我想一死了之，逃避現實，死唔去啦，就送咗入醫院。個醫生話我後半身癱瘓，就83年咧，我家姐咧就送咗我去殘疾人中心，足住咗3年。呢3年期間，我睇好多書啊，去乜嘢思考我點解會做呢啲咁嘅事。慢慢我就個心智比較成熟咗，咁我勇敢再活多一次。到1986年咧，我山頂留醫，偶遇咗傷殘體育協會主席嘅個名叫菲蘭地，係佢帶我去做運動，認識咗傷殘人士運動。咁啊有運動我有寄託，就我命我開始有啲轉變啦。我想問下，你後生時有參加過呢個馬拉松啦、籃球啦，到而家專注嘅乒乓球，咁喺呢個過程中，你嘅需求、心態同體能上有啲咩最大嘅轉變呢？我開始接觸傷殘人士運動咧，就我嗰陣好似28歲到啦，即係乜嘢都嘗試。我有跑過馬拉松啊，打過籃球啊，游過水啊，羽毛球啊，樣樣運動我都接觸過玩過。過咗一段時間，差唔多50歲開始體能追唔上嗰種運動嘅消耗，我轉咗另一個場地，就係打乒乓波。體能要求冇咁犀利，乒乓台有教練教我打乒乓波，由嗰陣就開始打乒乓波。你係點樣接觸乒乓球呢個項目？還記得第一次踏上訓練場嘅感覺嗎？我2009年度就喺輪椅中心嗰度咧，開始有系統性嘅練乒乓波。咁啊，到12年咧，我就開始參加一個集訓隊，北京嘅殘疾人士訓練中心練乒乓波，教練有助教，有運動員一齊練波。由嗰段時間開始咧，我乒乓波技術咧開始上咗軌道。我睇到佢哋職業運動員咧嗰種態度係好積極嘅，同埋訓練得好刻苦。咁俾我個好大嘅震撼，就係因為佢哋流好多汗，練習多好多次先有咁嘅成績。我哋跟住佢哋學習。我之前都有練過乒乓波好少時間，不過我都清楚你哋輪椅比賽都好辛苦嘅。逢係好多運動都係講你嘅體質啊，同埋你嘅身體狀況。我哋運動咧好容易受傷痛，我都會忍住。我係打乒乓波啦，練習比賽嗰個過程咧帶俾我好多樂趣，同埋識到好多朋友。可能係性格問題，我唔係咁容易就放棄。雖然我後生嗰時咧對生命放棄過一次，但經過一次俾我一種啟發，就係如果你唔放棄，你仲可以活得好精彩嘅。咁朱生，我想問下呢，係啲咩力量、人或者事支撐住你，令到你唔放棄面對各種挑戰呢？我太太都幫我很大，
我而家去練習啊，或者集訓啊，佢都跟住我，因為我傷殘嘅程度比較高，又年紀大咗，自理能力咧各方面咧係比較差嘅。如果佢唔喺我身邊支持我，我亦都做唔到咁多集訓啊、比賽啊咁。我有好多人支持，同埋有愛我嘅太太，所以我好多問題都解決到。乒乓球呢項運動對於你嘅生活態度同埋價值觀，對你嚟講有啲咩最大嘅轉變係啲咩呢？如果你努力去為自己去表現，無論係技術上嘅問題啊，或者體能上嘅問題，我表現我自己嘅價值所在。所以我認為乒乓波對我嚟講係充滿激情好，或者係健康嘅狀況，都係俾我好大嘅鼓舞。我哋參加立如奧運會嘅比賽及表編輯活動，都希望讓社會大眾見到有立如學習需要人義嘅另一方面。唔知你有冇與我相同嘅睇法？你想改善社會大眾對肢體殘疾嘅哪些看法？無論特殊運動員或肢體運動員、聾啞等，都有各方面面對嘅困難。只要我哋面對所有困難，背後有一個完整嘅團體去幫忙。本身對運動有興趣，堅持下去，總有很大嘅樂趣。會認識很多朋友，有同一嘅語言和感受，我哋互相支持。當我到運動場，我哋好有親切感，因為我哋都同一面對自己身體嘅困難，都喺度克服緊，都喺度去努力去比賽拼搏。我相信我哋拼搏嘅精神可以感應到社會人士。傷殘唔係好大嘅問題，最緊要你夠唔夠膽面對，肯去拼搏。將來有啲咩目標或者夢想？要堅持做運動，唔會俾身體走下坡走得咁快。有咩座右銘分享俾面對挑戰當中嘅觀眾，為大家打打氣？我哋雖然有殘障，練習係進步比一般人慢咗啲，但係你長期去練習同埋你堅持下去咧，總會有進步嘅。只要你堅持，就係勝利。好多謝朱生喺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嚟接受我哋嘅採訪。咁每個人嘅人生道路都有唔同，我哋雖然冇辦法選擇自己要經歷嘅困難，但係我哋可以透過自己改變自己嘅心態去面對困難。在此亦都祝朱生你喺將來嘅比賽入面獲得最佳成績，面對各種挑戰唔怕困難。我哋大家互勉之，有困難我哋去面對，有咩克服唔到嘅，我哋背後都有好多團體支持我哋，所以有困難唔係問題，最緊要你點去尋求資源，或者去點樣面對解決所有嘅問題。只要你唔放棄，總有解決嘅辦法。好啊，多謝晒朱生你嘅分享。我哋今日亦不離愛以一首歌嚟做今集嘅總結。朝着青春